羅湖口岸又有新嘅按摩店開張啦！呢度嘅環境仲靚過5星級酒店，淨係呢度都投資咗超過1000萬。新張期間大優惠，居然129蚊就可以嚟呢度按摩啦！深圳按摩揾上足，配中燉湯更滿足。呢度嘅足料湯水唔好錯過。仲有揚州炒飯、拌麵、龜苓膏、雲吞，各種小零食、酸奶、雙皮奶，通通任你享用。睇我介紹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 K 貨加拿。大家好，我係喵，今日介紹嘅新開張按摩店呢，係羅湖口岸直接步行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出咗關之後，落一層扶手電梯，穿過地鐵站嚟到E2出口。大家知道我想帶你去邊噶啦，就係茂業天地啦。一個商場可以玩足一日噶啦。除咗好多餐廳啊、購物、剪頭髮啊、口腔之外，而家上到嚟8樓啦。我哋今日介紹嘅係上足影院足道 SPA， 大家對上足呢個品牌呢唔會陌生噶啦，因為喺深圳呢已經開咗好耐嘅時間，仲有好多唔同嘅分店啦，例如就係華強北店啊、石廈店、紅嶺店、金田店同埋國貿店。今次居然花咗1000萬以上嘅費用呢，喺呢一度開咗一間上足 Plus， 你會睇到咧呢度個風格啊、環境呢係仲靚過5星級嘅酒店啊！頂級奢華海派風高雅嘅環境，你睇下每個角落咧都裝修得靚成咁樣，你會以為好貴啦，但係唔係啊，好恐怖啊，簡直就係恐怖級嘅價錢。佢而家新開業咧，只係做緊120幾蚊就可以喺度做腳底按摩。呢度分開咗男賓同埋女賓部啦，可以到浴室沖個涼先做項目，或者冇時間嘅話直接做都可以。而且佢全部咧都係安排獨立房間嘅，私隱度非常之高。首先帶大家睇下入面嘅房間先啦。我今次嘅片段呢，我會將按摩擺到最後啊，因為呢度環境實在太靚啦，要影下啲房俾你哋睇下。佢嘅按摩椅啦都係好闊落、好大張啦，有埋影院。而按身體嘅地方呢，嗰張床真係好舒服，夠晒闊啊！我再話埋俾你聽啦，呢度可以留宿噶，以後你嚟深圳玩呢，酒店都唔使 book 噶啦。星期1至5大概消費300蚊咧，就可以喺度過埋夜噶啦。而星期6日啊，假期咧就400蚊左右啦。如果你哋想喺度留宿嘅話咧，記得預約咗先啊。可以由夜晚11點左右去到第2日嘅12點啊。酒店都唔使住。另外就係呢度嘅出餐啊，呢度好多嘢都係任你食。特別要介紹咗呢度嘅燉湯先，個湯真係超好飲，你睇下幾足料。呢度嘅廚師咧，以前係喺啲大酒家嗰度做主廚噶，居然咧而家喺度有得飲燉湯。呢個燉湯套餐咧，每晚6點至8點咧就會免費供應噶啦，而且每晚仲有唔同嘅湯水俾你揀啦。我今日呢一個咧就係烏雞湯。另外就揚州炒飯又係好好嘢，喺度做個腳底按摩先129蚊，再包埋燉湯啊、炒飯啊，都唔知有咩錢賺嘅。除咗呢啲之外啦，仲有拌麵啦，或者一啲雲吞、酸奶啊、雙皮奶、水果茶水啊，一啲小食啊、零食啊，或者龜苓膏咧，都係任食。可以同店員查詢有啲咩食啦，因為係你落單嘅，你同佢講我想食拌麵，佢就即刻整俾你。另外就唔同嘅飲品任飲啦，可口可樂啊，呢啲高成本嘅飲品都係任飲，實在太震撼啦！消費300蚊都可以喺度住埋都得嘅，又有得按摩有嘢食。而且上足呢個品牌呢，出名個手法係好獨特專業嘅。你好，我是92養生師，很榮幸為您服務。今天做的項目是60分鐘的一個足療儀式。請問現在可以開始了嗎？嚟到上足你會留意到咧，呢度每一位員工都係着得好整齊嘅制服，同埋你行過每一位都會同你打招呼啊，非常有禮貌。講價錢啊，我而家做緊呢一個療程咧就係129蚊嘅咋，神券跌埋落嚟咧，所以你見到顯示117蚊就可以享用到呢個5行足療足肩做足60分鐘嘅影院足道腳底按摩，係開業嘅超大優惠。
惠，所以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呢，即刻用你嘅微信掃你嘅左上角嗰個二維碼去預約啊！如果你想喺度留宿過夜呢，更加要快啲預約添。雖然話呢度呢有成40幾間房啊，但係呢個價錢同埋5星級酒店啊，仲靚過，一定係好快爆晒場啊！浸腳嘅時候呢，佢就會幫你做一啲肩頸按摩啦，一啲泰式嘅拉筋，然之後呢，佢仲會幫你按摩嗰個膝頭哥噶。佢會按完個膝頭哥呢，先至去清洗你嘅腳部。另外呢一個熱敷呢，真係好正啊！呢個包包呢，可以俾你敷喺個肚啦，敷喺肩頸啊、背脊邊度都得。佢一直按緊啊，好舒服啊！按膝頭哥原來，然之後佢先至會幫你清洗隻腳呢，去開始做一個腳底按摩。喺上足嘅按摩師呢，全部都係受過專業統一嘅訓練啦，所以唔會話呢個又咁樣按，嗰個又唔同咁樣。佢哋全部都係統一嘅長駐師傅。而影院嗰度就係任你揀戲睇啦，中意睇戲啊、聽歌乜嘢都有，包埋頭先嗰啲食物呢，都係免費供應。而且係免簽小費啊，全場都係免簽小費。上足最獨特嘅呢，佢就係一個杭州馬蹄烤啦，同埋佢撥筋啊，幫你呢疏肝利氣、瀉肝火，亦都有一啲特色嘅東坡搓腳心啦，幫助你排毒。中意做全身按摩嘅觀眾呢，唔好錯過啦！而家好恐怖啊，呢度169蚊可以喺度做到推油嘅 SPA 啦，或者揀呢個中式推拿頭肩背按摩60分鐘，亦都係限時嘅開業優惠嚟㗎，全日都可以用，記得預約咗先啊！我驚你太多人過到嚟要等啊！而且呢，買完之後係90天內都有效嘅。如果你真係想過嚟，驚冇咗呢個優惠呢，你可以睇條片嘅時候呢，已經即刻去買咗先，跟住先至去預約都可以。呢啲新張優惠真係唔係成日有，將來一定唔會係呢個價錢嘅，所以快啲過嚟試下啦。呢個60分鐘嘅中式按摩呢，已經包晒腰背啊、頭部、手部啊、手臂啊、腳啊，已經包晒。如果你邊個位置特別攰呢，就可以同師傅講啦。大家上去大眾點評呢，仲可以睇到唔同嘅套餐優惠啦。呢度亦都有一啲好大嘅房間呢，可以一班朋友上嚟玩都可以。我哋今日介紹嘅係上足 Plus 影院足道。臨走之前，請你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叫做 K 貨加南。拜拜。